来到竹东萧如松艺术园区，日据时代建筑及庭园风貌完整保留。画家萧如松生前住所顾松居，随处可见客家人的朴实个性。摆设非常的简单，他的家里面陈设你完全看不到说，会有现代化或者是什么的东西。萧如松出生在新竹北埔客家庄，是台湾当代水彩画家，画风独树一格，融合东西方元素。1950年从台北回到故乡，就全心投入在地的美术教育，终其一生为客家后辈尽心尽力。1992年常年故乡，园区内的松画炉常态展出萧如松生前画作。我们大家来看这张作品，然后我们看这个颜色，大概是不懂讲。自在的笔触展现驾驭色彩的能力。人物群像时期，萧如松以蒙太奇语言完成这张没有五官的人物画作，表现出探索现实、重新观察存在事物的新思维。他把每一个人的时空背景都给拿掉，把每一个人都一一排列整齐。萧如松的部分画作也挥洒浓浓客家乡情。作品《喷水池》就是取材竹东高中景色，去掉水面折射线，表达虚实无界限的意涵。这一张画作的背景，他运用了竹东高中的校徽。竹东高中现在的校徽是萧老师创作的。漫步园区，沉浸在艺术氛围中，萧如松的爱乡之心为后代客家子弟树立不朽典范。上课喽！亚个色目动讲，亚个色目动讲，亚个色目动讲。